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是再度到立法院来做施政的报告，上主要是针对着国际航空的机组员隔离3+11天这个决策的过程来提出着补充的报告。这个内容来写讲，对每一条宝贵生命消息，感觉到遗憾甲道歉。嘛再一次来强调讲，并无证据来显示讲3+11到尾也发生的社区的疫情有相关的连结。针对国内有超过800人为着新冠病毒来死亡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这个3+11甲800条的人命有啥物关系呢？这拢互国民党团真不满，决定要继续来背角。主席台甚至官员级为拢互国民党霸占去啊，就是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新送来3+11的补充报告，无承认讲是破空。我只有期望政府不要空转，人民纳税钱不要浪费。行政院透早就送这份3+11的补充报告，内容写讲，确实有看到个人因为疫情而受苦甚至死亡。若好个人的照顾无做到100%好，对着生命尊重，针对每一条宝贵生命的消息，拢感觉遗憾甲歉意。抑过共一篇补充报告嘛，阁重申，无证据显示讲技术甲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事件，甲后来发生的社区的疫情有相关联。看无决策官员的名单，嘛看无会议记录，若霸占议场，党团协商哪里更加是针锋相对。当然，你要针对因为3+11这个破口造成死亡800多人，他的死亡的人要跟他们道歉，要跟他的家属要道歉。就按那讨论就是无结果。那我们认为呢，这后面的并不单纯。第一个，可能是因为明天9月25号刚好也是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要选举。要施政报告啊，如果到着新预算的会期，伫国民党持续针对3+11的问题主动下，这摆政府的预算要过关，恐惊无遐简单。好，来乡亲。